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1月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由罗马尼亚大商关境回馈予故乡台南的大型资源智慧回收站，上午伫市场热清地等各界贵宾共同见证之下正式启用。未来包括塑胶管啊、玻璃等8大类的资源废弃物，都会当摕来遮回收，而且回收以后，佮马上有卖场的消费折扣。成为全国第一座有多功能数位科技的回收站。这座就是台南的主题，伫罗马尼亚经商有成，将所有资源回收的成功经验回馈故乡台南所设立的大型资源智慧回收站。嘛，因为2当前是伫热市场的专业协助，才互这项美意伫台南实现，成为全国第一座。商务界界绿色集团、卖场企业以及外交部等单位贵宾的共同开播，场面闹热滚滚。2、1，请教！全国第一六角台南。The first recycle station in Thailand。它不仅仅可以回收，包括保特瓶、铁罐、铝罐。玻璃罐、废纸，那还有呢，3C 的电器用品，它都可以回收哈。小可以小到这个插座，大可以大到液晶的这个萤幕，它都可以啊。对未来的环保工作呢，一定有很大的贡献。这第一个啊，第一德啦。那第二德呢，是因为台南市是台南市文化古都，可是我们有决心打造为低碳的城市。大家可以看得到，它的能源不是插电的啊，不是从电力公司的电源来的，它是用太阳能。啊，我刚刚讲的那2德，你们应该都知道。我讲的第3德，可能你们不会注意到，就是对我们登革热的防治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这个抛砖引玉啊，今天把这一套系统带到台南，我最爱的故乡来。那特别感谢赖市长在2年前呢，大力的支持。经过一次的这个汇报之后，市长就马上打电话给这个局长，啊，然后我们马上呢就在2年前就开始推动，到今天尘埃落定。我希望呢，透过这一个计划，可以带给台南的乡亲一个最新的回收科技，也带给台湾呢一个不同的思维，然后让台湾可以接触到全世界最先进的回收科技，然后完成一个所谓的废资源的一个大同世界。开幕典礼会后，热市场嘛亲身体验这座全台湾上大、对电池到液晶荧幕大小等废弃资源拢会当回收的智慧功能，同时甲小朋友共同回收做环保，除了鼓励大家将垃圾变黄金，也兼负教育意义。好，那市长，那我们就是待会数3、2、1的时候，再慢慢缓慢的丢入，好吗1、2、3，哦，好棒哦！好，接下来我们来。会中环保局嘛表示，这座回收站启用以后，除了风台天甲过年以外，规年烫天对上午10点到暗时8点拢当服务。并将将厝内需要回收的资源摕来遮，而且3支保特瓶得当兑换1块银的卖场折扣，回收愈济，折扣就愈济，已经比一般回收商的绩效较好。局长预估未来将吸引至少5000人次参与回收。第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看左边。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团上午举行新旧年3中交接仪式。第2届第5任的新任总召李退基、干事长林怡静、甲书记长林志典、第市府甲民进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李俊杰等人的见证之下，完成交接。伫民进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李俊杰、台南市党部主委颜顺泽的监告之下，议会民进党团第2届4、5任的3中进行交接仪式。
而这次也是3种任期为半档延长到1档的头一摆党团总召改选。旧任总召古木哈少表达家己完成任务，以快乐的心情下令。而新任总召李退基则是表示，会跟市府合作推动市政，完成人民的期待。今天看到这个场面哦。我觉得感到非常开心哦，因为我今天是带着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心情哦，终于在这一次的会期哦，算是顺利完成了这个会期的任务哦。那我们的预算也顺利的都审完了哈，也非常谢谢所有我们的党团的成员哈，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哦，审预算这段时间真的非常的辛苦哦。在台南市来讲。县市合并以来，我们也堂堂迈入第7年的这个任期哦，那也是这个赖市长在这边可能有很多市政建设，我们跟市政团队一同来推动。那一方面也是大部分都要实现，那也一部分也都要验收的成果了哈。那所以这一年也是一个在这2任的任期里面一个相当一个富有意义的这一年哈。那所以这一年也是我们需要特别努力。来让市民能够肯定的一个机会。市长赖清德指出，2016年对台南来讲是辛苦的一年，感谢民进党团做伙度过严重的地震，以及成功解决乌金。2016年对台南市而言是辛苦的一年，也是充满考验的一年我们共同度过了台南市50年来南台湾最严重的地震不管是救灾或是重建的工作。那另外我也感谢民进党议会党团坚持理想，捍卫青年政治的价值，共同完成了地方黑金的改革。最后，民进党议员徛做伙，大声喊加油，展现团结的气势。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中华民国国家廉政监督协会为了帮助民众在受到政府也是司法案件的无公平对待时，会当受到协助。第二前成立台南市办公室，并举行揭牌。由市群省龙山市主委吴志祥担任办公室主任。现场来了侪议员以及商业界人士，场面非常热烈。中华民国国家廉政监督协会是协助民众发觉公务人员有贪渎，唔敢向司法单位检举，或者是受到司法的迫害，透过该组织了解案情了后，转予司法单位侦办。伫12月31号成立大台南办公室，现场来了侪议员，也有人民团体代表见证揭牌。3、2、1。不是讲要去讲检举啊，什么回事啊？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所要做的，最重要任务。咱嘛是有人来，我们不会去主动去调查啦，不会主动去查，但是有人来安尼。最后是讲给咱大潭市这个办公室哦，给咱的成立，因为咱那个刘春武检察官，伊是咱的主席，你嘛知影讲伊哦，伊嘛对这个本来什么话，他是很忠这个工程的一个检察官，咱就凭着伊这款的精神哦，来处理面对所有的一寡问题安尼。监督协会执行长赖少礼表示，监督协会是协助政府反贪、肃贪，成立5年来，已经受理200多件民众对公务员的申诉案。因为监督协会是民间团体，监督政府无保护，一定会持续为民众发声。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号称台南市公共运输最后一里路的 T-Bike。最近为了拼过年前，予市民甲游客能当普遍体验骑脚踏车游台南，由交通局委外厂商正在持续赶工。有过过年前将正式10月站，至少280台的脚踏车会当提供服务。
但是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T-Bike 伫去年8月初上路以后，高雄局率先伫基美博物馆甲南科等所在设立。第一期已经有10个站，希望兼顾通勤甲旅游的用途。同时，为了拼观光，嘛方便过年时来台南的游客会当来体验街摊台南。市府委外第2期工程伫民生转运站等10个站，将来赶工。预计第2期将拼40个站，有1160台量通好使用。因为我们目前在推动第2期的那个台南 T-Bike 公共自行车，那我们预计在农历春节之前再扩增10站，再提供280部的 T-Bike， 来提供我们春节期间来台南市旅游的旅客来使用。因为 T-Bike 呢是我们推动公共运输的最后一里路，那我们也希望说外地来的旅客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譬如说高铁啦、台铁啦，或是我们长途客运进到市区的各转运站之后呢，然后尽量可以运用到我们的 T-Bike 来去到各位想要游玩的地点，然后也可以我们 T-Bike 也可以甲地借以地来还，所以在使用上是非常的方便。高局进一步指出 ，T-Bike 透过市民卡或是信用卡拢当付费使用，不过需要先注册。但希望让通勤的民众对代替或是公车站方便转乘，某游客当骑脚踏车轻松游台南。但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新休困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着凸显融合性甲旧的氛围，历经有艺术创作者，就将用纸板设计的钢铁人放伫西门市场展览，而且一制作就是14尊，引起侪侪民众的眼光。台南市电古迹大菜市突然间变成钢铁人的基地，会中特别展示14尊钢铁人公仔，以3架组成骨架关节，佮再以纸板剪染造型。虽然无多参像电影版的钢铁人，不过是相当的逼真。希望传达新甲旧融合的气氛。经过网络传播，吸引不少介意钢铁人的游客前往观赏翕相。只是因为市场黑暗嘛，唔够有臭臭味，游客认为作品更加并不适合。不知道为什么跟钢铁人有什么连结，就是感觉不出来，对啊。我是觉得展品跟就是这边在地的文化没有什么连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要放在这里，走进来，如果晚上走进来，感觉蛮可怕的。这14尊钢铁人公仔对身高170公分到200公分不等。根据创作者表示，未来希望会当完成42套的公仔。当然，除了找材料，上介麻烦就是存放的空间。但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学术单位成功大学甲国内知名的社团医疗体系相互签署合作协议书，将为106年新的一档展开学术交流，共同分享研究资源，并进一步提升国内的医疗品质。上午伫咧成功大学校长苏慧珍的带领之下，成功大学甲国内知名的小传医疗体系签下合作协议书，也代表2017这新的一年，
双方将会分享研究的资源甲成果，互相合作，来完成更高的医疗目标。也希望对于其他的体系的这个需求，包括在地的可能属于公卫、基础科学等等的这些技术发展，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高的平台才做这个连接。所以各位可能可以注意到，这是少数呢，可能是第一个。我们在跟医疗体系签约的时候是跨出医学中心的啊，那这也是我想是总裁副总裁特别的一个期待跟心意哈，所以我们就去涵刮了一下，如果从成功大学的这个能量里面，最可能密切连着结的，除了我们医学院医院之外，可能我们在工学院属于大材料的领域的发展，我们电资属于未来在感应sensor、biosensor、biosystem 这些部分，那基础的技术的部分，当然在生科领域，所以应该到的院长应该都请到了。那么假设还不周全的地方，我想我们将来还可以继续发挥。这项新秀计划将会当强化生态甲社团医疗体系本质，并且有新的动力，会当共同研究学术发展的目标。相信未来将会当提供给台湾的民众更好、更优质的医疗品质。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台南公园将在今年6月17号满100岁，为了迎接这个日子，市府将会甲台南大学、社区大学等民间团体共同合作，以100年的再生计划作为祝寿仪式。首先会针对公园做体检，然后深度验谈累积的土刷、土壤改良工作等等，让100年公园会当更较健康。感务局长苏金安伫咧台顶向民众详细介绍，市府所提出的台南公园饮食再生计划，目前已经完成3个部分。第一是土壤改良示范区，让土壤恢复透水性，树木会当有良好的生长环境。第二是104年已经完成的燕潭清刷土工作。第三，持续做土壤的改良，未来也将加强软体、硬体改善。让这个100年公园更加健康完整，市长也相当欢喜，展望未来。咱伫咧庆祝台南公园100岁的时阵，是希望伊会当搁活另外100岁啦。安尼大家有赞成无？安尼有聪明无？咱毋是讲100岁时搁较吞大一个较有一个安尼啦，吼，毋是，咱是互伊会当搁再生，吼，搁较健康的。安尼有啥物目的呢？当然，咱会当提供未来搁较侪市民会当来伫遮来使用。而且呢，这个公园咱来伫遮散步旅游的时阵，伊会比原来搁较水，搁较清脆，搁较清，搁较吸引人。了后呢，这嘛变讲咱这个都市的公营甲代表，台南公园会加做咱台南市的公营甲代表。再造台南公园公营100岁，这是全体台南市民的心愿甲期望。市府也会借由一连串互公园休困的措施，互这座100年公园会当永永远远，也互咱后代子孙拢会当欣赏到这款的美景。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一般伫头月手进行心导管检查甲治疗以后，会大量出血。大部分病院拢是利用弹性绷带甲纱布来进行止血，不过这种方式容易因为过度加压，互皮肤出现乌青，或者是肿痛。所以，基于病院特别开发出一种桡动脉止血加压器，不但改善这寡问题，而且更得到国家新创奖的肯定。这项由基比医学中心心导管医疗团队所开发的桡动脉止血加压器，有透明的材质，容易观察止血的状况，而且顶面旋转钮设计，方便医护人员调整，操作简单，也会当标准化。新型的止血器它跟传统的差别就是说，这个我方便说我旋转止血，操作很方便，省时又省力。那
护理人员在照护上，他很方便，他也很方便，他只要依照说我们的给他的一个操作规范，然后多久时间去释放这个压力，然后就照着这个逆时针就旋转，照我们的一个操作标准去做。那护理人员在照护上也很觉得很方便，那接受度也蛮高的。绕动脉心导管检查甲治疗以后的机会，传统拢是用弹性绷带、将纱布固定伫出血的部位，达到加压止血。不过，这种方式常常会因为过度的加压来引发一寡合并症，所以采用这项绕动脉止血加压器，是大大提升整体照护品质。它跟传统主要的差别就是说，我压迫点我只压迫这个一个点，那传统的方式它是整个压迫，所以变成说有时候是压迫太紧。那造成这个部分产生那个我们称为的止血的合并症，包含像淤青、水泡、肿胀之类的。那新型跟传统差别是说，在它的操作，因为传统刚刚有看到操作，每个人的操作力道不一样，而且放松的标准也很难拿捏啊，也是比较复杂啊，跟新型这样逆时针旋转有很大的差别。该项设计伫1802年开始使用到大，病人接受度真高，成效相当袂歹，并且搁伫1805年得到国家先进医疗产业促进会临床创新奖的肯定。但新闻架山林根采访报道。传统开刀治疗主动脉瘤，不但会留下20公分的大空喙，而且合并症也袂少。虽然现在有主动脉瘤支架的微创手术，不过对着75岁以上的病患，依然有一寡风险。对此，安南病院医疗团队治疗75岁以上的病患，自民国1802年到大，累计有51位，而且手术成功率阁是100%，真无简单。采用微创支架手术来治疗主动脉瘤病患，虽然风险已经降到真低，不过75岁以上的高龄患者，因为血管品质较无好，手术并发症较侪，以及血管结构较复杂，所以依然有一寡治疗风险。对此，安南病院心血管外科团队4天来治疗51位75岁以上的病患，手术成功率达到100%，非常难得。这一些超高龄的动脉瘤的病人，他们解剖构造都非常的复杂，那需要特殊的技术才有办法完全的治疗。有一些呢，甚至要除了主支架之外，大支架之外，还要释放很多针对其他的分支血管的分支支架。那这是呢，一般呢经验不够的医师，他没有办法去顺利的操作这种复杂的技术的。那我们安南医院的在陈伟华主任以及我杨志军医师2个人，组成的这个动脉瘤团队好，那是有能力来执行这一种复杂性的支架释放。我们在102年2月份开始，到现在大概4年的时间，已经75岁以上累积了52例，80岁以上已经累积了25例的病患。那手术成功率是100%，没有一个失败。那30天的死亡率，扣除掉破裂的急诊刀不讲，30天的死亡率是1%，也就是99%都存活下来啊，是一个跟国际的水准是齐平的。医师提醒，60岁以上的老大人以及家族内底有人罹患主动脉瘤、食粉、甲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人，拢是主动脉瘤的高危险族群。建议至少爱接受1摆的8度超音波甲胸部 X 光，伫主动脉瘤破起之前，提早发现，及时治疗。但新闻架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多云的天气，温度20度到23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你收看1月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